各位朋友，我係李居明，今日同大家講一啲好貼地，同大家銀包息息相關嘅玄學道理。好多睇我節目、睇我專欄嘅老友記都知，我成日講命運唔係話俾天看死咗，五行星耀嘅磁場會隨住日子流轉，有時候短短10幾日嘅時間就可以令到一個人由守財變成大破財。亦都可以由錢銀吉巨轉到豬籠入水，關鍵就係你識唔識睇時機，識唔識除吉避凶，唔好撞入個劫數入面，仲要識得守住自己嘅銀包，唔好到手嘅錢白白流走。好多人有一個好大嘅誤解，就係覺得破財一定係好大筆投資輸錢先叫破財，其實唔係咁樣。我見過無數個案。好多人唔係輸喺大投資上面，反而係輸喺細細碎碎嘅嘢，人情債、朋友嘅借貸、一時頭熱嘅消費、俾人遊雪落嘅高風險項目，甚至係一啲無謂嘅賠償物件損壞嘅使費，零零碎碎加埋10幾日就可以將你儲落嘅積蓄數走一大截。呢啲就係玄學入面所講嘅小耗大耗來襲。好多人到錢唔見晒，先至反應過來，先至後悔當初冇聽人勸。呢啲情況我幾十年做玄學見得實在太多。今日我要重點提醒大家，未來呢15天日月交會，五行氣場發生轉換，九運離火嘅火氣衝擊地支，有2個生肖會正面撞遇破財劫。呢個劫唔係話一定會大災大難，而係專門針對你嘅財富。如果你唔識得守住銀包，好大機會錢財如流水咁流走。但若果你聽足我嘅勸告，平安避開呢個劫15天之後，你哋嘅財富就會大開，迎來豬籠入水嘅好運，正財穩定之餘，仲會有意外嘅小財運到訪。所以呢篇講話屬呢2個生肖嘅朋友，一定要一字一句聽清楚，唔好左耳入右耳出，唔好覺得自己運氣好就有恃無恐。好多人就係咁樣輕視短期嘅星耀變化，最後食大雞。首先我同大家講明白，玄學唔係叫大家驚驚青青，即成日驚有災傻到。我成日教大家知凶就可以避凶，見吉先可以知吉。知道邊個時間段有財上嘅危機，唔係叫你唔好揾錢，唔好做嘢，而係叫你收埋個冒進嘅心，唔好亂衝亂撞，守得住先至有得發。好多人唔明白呢個道理，成日諗住搏一鋪就發達，見到有少少機會就搏晒全部身家落去。命運就係咁，當號升到嘅時候，你越搏就輸得越重。反而你穩住唔亂動，捱過呢10幾日嘅波動期，屬於你嘅財運自然就會翻嚟。呢個係我幾十年批無數八字觀、無數風水所得出嘅真實的體會，唔係亂咁講古仔嚟嚇大家。講到銀包，好多人淨係以為個銀包就係手入面個錢包，其實喺風水命理入面，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無形嘅財富。呢個財富就好似一間倉庫，你揾翻來嘅錢全部都要入去呢個倉庫入面。如果個倉庫有窿，就算你幾咁識揾錢，錢入去之後都會源源不斷咁流走。呢個就係好多朋友嘅通病。明明人工唔低，生意都有生意做，但係永遠都存唔到錢，錢來錢去，手頭永遠緊張，就係財富有破損，有漏財嘅缺口。而未來15天嘅呢個破財劫就係會放大你財富嘅缺口，本來淨係漏少少錢，呢段時間就會變成大窿。如果你唔做防備，就會係白白損失金錢。好多讀者同我講，大師，我都好努力揾錢，點解就係存唔住？我就會問佢哋，你嘅消費習慣係點？你會唔會成日隨便應承借錢俾朋友？會唔會人哋講幾句好說話，你就投熱落投資？屋企嘅財位係咪亂糟糟？西北方同西南方嘅窗會唔會成日打開？我成日講，西北代表男主人嘅財富，西南代表女主人嘅財富。如果呢2個方位嘅窗戶長期大開，就叫吃西北風。風水上面就係典型嘅漏財格局。
好多人唔信，返屋企一睇，果然西北個窗日日打開，之後拉上窗簾，關好窗戶，短短時間個錢就留得住咗好多。呢啲唔係迷信，係磁場對人嘅潛在影響。當個位置嘅氣亂咁散，人嘅思想都會變得浮躁，就會容易亂使錢、亂做決定。呢個道理希望大家記住。而未來15天日月交替，月令氣場交接，天上嘅號星降落，有2個生肖嘅財富會直接受到衝擊。第一個就係屬馬嘅朋友，第二個就係屬鼠嘅朋友。呢2個生肖子午相沖，本來就係對沖嘅地支，喺而家丙午火年，火氣本來就已經非常旺盛。未來15日流月流日嘅火氣再加碼，直接撞擊呢2個生肖嘅財星大耗星入命。呢個就係我講嘅一定要避開嘅劫。呢度我要講得好清楚，唔係話所有屬馬同屬鼠嘅朋友未來15日一定會大破財，唔係絕對嘅。命理只係講磁場嘅趨勢，代表你哋嘅風險比其他生肖高好多，誘惑會多好多，容易做出錯嘅金錢決定。只要你懂得守就可以化險為夷，唔使驚。先講屬馬嘅朋友。今年係丙午馬年，係屬馬朋友嘅本命年。本命年大家都聽得多值太歲，好多人以為本命年只係要大紅就搞掂，其實遠遠唔係咁簡單。本命年最要小心嘅就係財運，劫財星入命。劫財係咩意思？劫財就係會搶走你錢財嘅磁場，唔一定係人搶你錢，有可能係你自己亂使。有可能係朋友問你借錢唔還，有可能係投資上嘅誤判，又或者係突發嘅開支，屋企壞嘢要維修，身體有少少唔舒服要睇醫生，一筆筆咁出，你唔覺銀包就空咗未來。呢15天屬馬嘅朋友劫財星，再加流日大耗夾擊，呢個就係你哋嘅財運劫。好多屬馬嘅朋友呢排其實係有唔少賺錢機會揾上門，有啲係生意上面嘅新合作，有啲係朋友介紹嘅投資項目，有啲網上見到話短期可以有高回報嘅產品，好多人見到有利可圖就心動想落重注。呢度我要嚴重提醒屬馬嘅朋友，未來15天唔好探呢啲快錢，呢啲睇落好吸引嘅機會，好多都係陷阱。一旦你將錢擺落去，好大機會被套住，血本無歸。我見過好多屬馬嘅客人，本命年嘅時候就係探一時嘅高回報，將自己幾十年嘅積蓄抌落去，最後要兜兜轉轉先可以拿回部分，甚至完全拿唔返，非常可惜。未來15日屬馬朋友千祈唔好做大額嘅投資決定，唔好同人合夥做生意，唔好隨便借大筆金錢俾親朋好友，就算係幾熟嘅朋友都唔好話乜都唔問就借出去，人情歸人情，錢銀歸錢銀。好多幾十年嘅朋友就係因為借錢，最後反目成仇，錢拿唔返，朋友都冇埋。呢個係最唔抵嘅買賣。仲有就係消費方面，千祈唔好頭熱買一啲貴價嘅奢侈品，唔好因為減價大特價就瘋狂掃貨，好多嘢買返屋企一世都用唔到，純粹浪費金錢。有好多人會講，大師唔通我呢15日乜都唔好做？唔係，正財嘅工作，正常嘅開支，該使嘅錢就正常使，返工做嘢接正常嘅生意，呢啲完全冇問題。要避嘅就係額外嘅冒險嘅突發嘅金錢決定。凡事要你即刻落錢，叫你唔好諗咁多話，機會唔等人嘅項目全部要擋開，唔好心鬱。除咗金錢上面嘅手銀包，屬馬嘅朋友呢15日仲要留意人勢，因為火氣太旺，情緒容易暴躁，容易同人發生拗撬，有時候一時火起，爭執之後都會衍生金錢上面嘅損失，例如發生口角之後嘅賠償，或者係因為鬧意見搞砸本來穩定嘅生意。所以呢段時間屬馬朋友要學識忍，遇事唔好即刻發火，停3分鐘先講說話，情緒穩定。
先可以守住自己嘅財。跟住就係屬鼠嘅朋友，屬鼠係子水，而家丙午流年係旺火，水火本來就相沖，子午沖，屬鼠嘅朋友今年本身就係沖太歲，沖太歲代表變動，好多嘢容易出現反覆。好多人以為沖太歲淨係事業同感情有波動，其實財運嘅風險先係最容易被忽略。子水被流年旺火重重克制，財星受傷。未來15天流日火氣繼續加強，小耗星飛臨你嘅財帛宮，呢個就係屬鼠朋友要面對嘅劫。屬鼠嘅朋友天生頭腦靈活，腦子轉得快，好多時會見到好多賺錢嘅門路，中意試下唔同嘅管道，呢個係你嘅優點。但係喺呢個耗星當道嘅15天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好多睇落好着數嘅機會，實際暗藏風險。好多屬鼠嘅朋友呢排會收到好多資訊網上嘅理財課程，所謂嘅內部消息、朋友介紹嘅副業，好多話可以閒錢滾大錢。呢個時候千祈唔好貪。沖太歲嘅時候，人嘅判斷力會容易有盲點，你以為自己睇得好清楚，實際上睇唔到背後嘅風險。未來15天，屬鼠朋友首要任務都係守住銀包，唔好亂投資，唔好貪高回報，唔好俾人遊說之下做重大嘅金錢調動。仲有一點，屬鼠嘅朋友呢段時間要特別提防騙局。九運離火，火亦代表網絡電子資訊，網上嘅騙案特別多，好多人透過手機通訊軟件揾你，話有好嘅項目，話可以幫你賺大錢，呢啲全部要打醒12分精神，千祈唔好轉賬俾陌生人。好多人覺得自己唔會咁蠢，唔會被騙，但係當磁場唔好嘅時候，人嘅思維會變得糊塗，一時唔留神就會中招。呢啲個案我睇得太多，屬鼠嘅朋友呢15日都要留意細碎嘅漏財，例如唔小心遺失銀包、手機或者係簽檔嘅時候冇睇清楚條款之後產生額外嘅費用。凡事簽任何同金錢有關嘅合約，一定要逐字睇清楚，唔好淨係聽人哋口上面講嘅承諾，口講無憑，落到紙上面先至算數。講到呢度，好多朋友就會問大師，咁呢兩個生肖係咪未來15日就只有壞運冇好嘢？絕對唔係，命理就係咁，危機入面藏住機會，個劫係一個考驗。只要你捱過呢15天，唔好亂衝亂撞，成功避開破財嘅劫數，將銀包守穩。15天之後，流日嘅耗星退去，財星就會重新到位，你哋嘅財富就會大開，迎來豬籠入水嘅格局。豬籠入水係我哋廣東人最中意嘅一句財運口號。豬籠嘅縫隙好多，水代表財，豬籠入水就係四面八方嘅財氣源源不斷咁嚟，正財穩步上揚，亦都會有意外嘅小財，可能係舊年嘅賬終於收翻，可能係公司有獎金，可能係閒置嘅物品賣咗個好價錢，亦都有可能係朋友帶來穩健嘅賺錢機會。呢個機會係屬於守得住嘅人。如果你15天之內已經將錢輸晒、使晒，就算之後財運到你都冇本金去把握，呢個就係最可惜嘅地方。好多人唔明白點解一定要先守先至有得發。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，就好似落雨嘅時候，你個水桶有窿，就算落幾大嘅雨，水都流唔低。你第一樣要做嘅唔係指望落更大嘅雨，而係先將個窿補好，將水桶維修好之後，雨水先可以裝入去。呢個就係守銀包嘅意義，保好你財富嘅漏洞，先至可以承接往後嘅財氣。講完兩個重點生肖嘅注意事項，我都要同所有12生肖嘅朋友講下，唔係話唔係屬馬同屬鼠就可以掉以輕心。未來15日嘅耗星磁場係影響緊成個大環境，只不過係呢兩個生肖受衝擊最強，其他生肖都要學識守財，唔好以為事不關己。好多朋友會問我，大師，咁我屋企入面有咩簡單嘅風水動作
可以幫我加固財富，減少漏財。呢度我就講幾個簡單人人都做得到嘅方法，唔需要買好貴嘅風水擺件，重在有心同埋做得正確。第一樣，檢查屋企嘅西北方同西南方。我講過無數次，西北為官位，代表男主人嘅財富；西南為坤位，代表女主人嘅財富。呢兩個方位千祈唔好亂糟糟，唔好堆滿垃圾雜物，雜物堆積就會阻住財氣入屋，亦都容易引發漏財。如果呢兩個位置有窗，千祈唔好成日大開，特別係瞓覺嘅時候，最好關上窗，拉上厚少少嘅窗簾，避免財氣隨風散走。好多朋友屋企西北窗日日打開，成日話存唔到錢，改咗呢個習慣，慢慢就會見到分別。第二，屋企嘅財位唔可以擺空嘅容器，唔可以擺破損嘅物件，爛咗嘅杯、裂咗嘅擺設，一定要丟掉破損嘅物件。風水上代表財富，破損容易帶來破財。你可以喺西南或者西北擺一個乾淨嘅財箱，入面可以放少少現金，銀紙要新淨，唔好擺一啲粗糟嘅銀紙。呢個動作寓意鎖住財富，幫助你留得住錢，唔使買好昂貴嘅，普通嘅實用嘅收納箱都得，最緊要乾淨整齊。第三，自己嘅銀包都係個人嘅財富，銀包唔好破爛、甩皮、裂開嘅銀包盡量換掉。銀包入面唔好亂塞一大堆雜紙發票，成日整理，銀紙要擺得整整齊齊，唔好亂掉亂支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提醒自己要重視金錢。當你對錢財有敬畏之心，唔好亂咁揮霍，財先會願意留低。好多人銀包爛到甩皮都仲繼續用，成日亂塞嘢入去，其實潛意識入面就唔重視自己嘅財富，自然就容易漏財。第四，未來15天，大家盡量唔好做重大嘅置業大額買嚟非必要嘅大開支，盡量推遲過咗呢15日先算。如果唔係非做不可嘅，就唔好急於一時。好多人中意趁住節日或者減價即刻買樓買車，但其實如果撞正好星當頭嘅時間，好容易簽完約之後就出好多問題，後續有好多隱藏嘅使費，反而得不償失。跟住我再同大家講下心理層面嘅嘢，改運最緊要係改心。好多人破財唔係風水，唔係生肖，而係自己個心出咗問題。第一，唔好氹，世間好多嘅劫都係由一個氹字引發出嚟。見到人哋賺到錢，自己又心鬱鬱，想快啲發達，想以小博大，呢個時候就最容易跌進陷阱入面。天上唔會無故跌落金銀，所有話俾你聽冇風險高回報嘅項目，9成9都係圈套。呢句說話希望大家刻喺心入面。第二，唔好過度心軟，親戚朋友嚟問你借錢，好多人唔好意思拒絕，驚得罪人就勉強自己借出去，最後錢拿唔返，自己要捱苦。人情唔係要靠借錢先可以維繫，真正嘅親友明白你嘅難處，唔會強迫你借錢，學識溫和咁拒絕，唔好因為面子害自己嘅銀包受傷。第三，要學識儲備應急錢，無論你而家收入即係高定係低，都要留一筆錢，唔好亂動，作為應急之用。當有突發嘅狀況到，你唔需要被迫去做冒險嘅決定。好多人就係手頭完全冇積蓄，一有問題就會病急亂投醫，亂咁聽人嘅建議，最後招致大破財。好多朋友會問我，大師，如果我唔小心，未來15日真係有破財，有咩方法可以化解？命理入面有一個叫歡喜破財嘅方法。什麼叫歡喜破財？就係你自己主動去做善意嘅使費，例如捐少少錢做善事，幫助有需要嘅人，買一啲禮物俾屋企長輩，呢啲係你心甘情願嘅使費。用呢啲主動嘅開支去抵消無預警嘅突發嘅損失。呢個係一個好實用嘅化解手法，唔係叫你使大錢，量力而為就得，有心最重要。呢度我都要講清楚，所有嘅風水同命理建議都只係絕吉避凶嘅參考，
唔係話擺咗擺件就可以坐享其成，唔使努力。人嘅命運永遠係7分靠自己，3分靠天時磁場。就算有幾咁好嘅財運，你唔肯勤力做嘢，唔肯腳踏實地，都唔會有錢自動送上門。而就算磁場唔好嘅時候，只要你頭腦清醒，懂得守，唔好亂衝，都可以平安渡過難關，減少損失。好多人睇命理，淨係想知道自己幾時發達，想揾捷徑。但其實真正嘅發達秘訣，從來都唔係搏一鋪，而係守得住慢慢積，財不入急門。呢句老說話真係好有道理。我見過好多一夜暴富嘅人，因為守唔住，短短幾年就輸得一乾二淨。亦都見過好多普通人唔貪快錢，穩穩陣陣，懂得守住銀包，慢慢積累，幾十年落來，物資豐足，家庭安穩，呢個先係真正嘅好運。翻轉頭講翻屬馬同屬鼠嘅朋友，未來15天，你哋最大嘅敵人唔係外在嘅劫數，而係自己內心嘅貪念同衝動。當有賺錢嘅機會擺喺你面前，你要問自己一句：呢個係咪真係咁好？係咪我睇唔到背後嘅風險？千祈唔好俾個貪字蒙蔽雙眼。如果一件事要你即刻決定，唔俾時間你考慮，叫你唔好同其他人商量，呢個時候無論講得幾咁天花龍鳳，都要即刻退開。屬馬嘅朋友火氣重，容易一時意氣做決定，遇事最好揾信得過嘅長輩朋友商量下。唔好自己一個人拍板。屬鼠嘅朋友頭腦靈活，但係容易想太多，亦都容易被各式各樣嘅資訊迷惑。千祈唔好睇網上幾段說話就輕信一個投資項目，多啲核實，多啲冷靜思考。好多人仲會問大師：咁我係屬馬或者屬鼠，未來15天係咪完全唔可以投資？唔係，穩健嘅，本來就計劃好嘅。經過長時間研究嘅正常投資唔會有大問題，要避免嘅係突發嘅臨時上門嘅高風險嘅投機，唔好臨時起意博大。例如你本嚟就每個月定時儲蓄做穩健嘅理財，呢個繼續做完全冇問題。但係突然有個朋友揾你，叫你即刻落幾十萬落一個新項目，話幾個月就翻倍，呢啲就一定要拒絕。仲有就係借貸，唔單止係借錢俾人，亦都唔好隨便幫人做擔保。幫人擔保就等於將自己嘅財富同其他人拱埋一齊。如果對方出問題，債務就會落到你身上。好多人因為幫朋友做擔保，無端端背上大筆債務，呢個係非常之恐怖。無論幾熟嘅親友，千祈唔好隨便幫人擔保。講到呢度，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做玄學幾十年嘅心態。好多人以為我識得聽機就可以話邊個一定發達，邊個一定破財。其實唔係，星曜只係提供一個磁場嘅趨勢，就好似天氣預報。預報話未來幾日會落大雨，唔代表你一定會俾雨淋到。只要你帶遮，唔好亂跑，就可以唔會濕身。呢個就係命理嘅意義，預先話你知天氣變化，等你做好準備。未來15天就好似一場會落大雨嘅日子。屬馬同屬鼠嘅朋友就係處喺雨勢最大嘅區域，你唔可以改變天氣，但你可以帶好雨遮，唔好亂走出去淋雨。捱過呢10幾日，雨停咗，太陽出嚟，財氣就會源源而來，財富大開，豬籠入水。呢個就係我今日想話俾大家知嘅道理。好多朋友成日追求改運嘅秘訣，買好多吉祥物，但係最平最有效嘅改運就係管好自己個心，管好自己個銀包，唔貪唔亂唔衝動，懂得敬畏金錢，腳踏實地，呢個先係最好嘅風水。好多屋企擺滿晒各種風水擺件，但係成日亂使錢，成日亂借錢俾人，心入面滿係透念，咁就算幾多吉祥物都幫唔到你。風水係互助，人心先係根本。我亦都奉勸各位朋友，
呢段時間唔好成日睇好多網上嗰啲急於發達嘅資訊，好多內容只係撩動你嘅氹念，令你心浮氣躁。你越睇就越容易想搏心定唔落嚟，運氣自然就亂得閒嘅時候，多啲靜落嚟，整理下自己嘅帳目，睇下自己嘅開支，睇下邊啲錢係可以慳翻落嚟，理清自己嘅財務狀況。呢個動作本身就係加固你嘅財富。好多人從來唔理自己嘅帳，唔知自己每個月錢使咗去邊度，到唔夠錢先至慌。平時多啲梳理，就唔會臨急抱佛腳。仲有健康方面都同財運息息相關，好多人忽略咗呢一點，身體唔好就要使大筆醫藥費，呢個都係破財嘅一種。未來15天火氣旺盛，無論係邊個生肖都要注意休息，唔好捱太多夜，心火太盛，人就容易煩躁，判斷力下降，自然容易做出錯嘅金錢決定。瞓得好，個人心神安定，先可以睇清楚邊啲係機會，邊啲係陷阱。屬馬嘅朋友要留意心血管同血壓，屬鼠嘅朋友要留意斟水、睡眠同泌尿方面，休息充足，減少心火，亦都可以間接幫你守住銀包。好多客人同我講，大師，我運氣唔好，成日破財。我睇佢哋嘅生活習慣，好多都係成日捱夜，情緒成日好暴躁，成日被各種資訊勒詐，心神不寧咁嘅狀態，就算好嘅財運道都把握唔到，仲容易撞入劫數。講返財富大開，豬籠入水。好多人以為豬籠入水就係突然之間橫財天降贏大錢，其實喺我嘅經驗入面，大部分普通人嘅豬籠入水唔係天降橫財，而係正財順利，舊債收返，開支減少，有額外合理嘅收入錢可以留得住，積蓄慢慢變多，呢個先係屬於普通人嘅真實財運。唔好成日幻想一鋪發大財，穩穩陣陣嘅累積先係一世嘅福氣。屬馬同屬鼠嘅朋友嘅，只要未來15日堅守以下幾個重點：第一，唔好大額投機，唔好氹高回報；第二，唔好隨便借大錢，唔好幫人擔保；第三，重大金錢決定推遲過咗15天，非必要就唔好急積；第四，管好自己嘅情緒，唔好頭熱消費。第五，做好屋企簡單嘅財位整理，適當做歡喜破財嘅善事，做到呢幾點就可以平安避開呢個破財劫。15天之後財星到位，財富打開，四面八方嘅財氣過嚟，做到真正嘅豬籠入水。其他嘅朋友都可以參考呢啲守財嘅道理，唔好覺得同自己無關。每個人嘅財富都需要時時刻刻去守護，唔好等到錢財流失咗先至後悔。我成日講，命運係一場修行，唔係話完全被生肖同星耀橫死。知道邊個時間有風險就收散一啲，暈住一啲，時機到嘅時候先至大膽出擊，呢個先係最高明嘅生存智慧。好多人就係唔識得等待，成日想時時刻刻都搏到盡，風險嘅時間都照樣衝，自然就容易撞板。今日呢番說話，希望大家聽入耳，特別係屬馬同屬鼠嘅朋友，千祈唔好輕視未來呢15日嘅磁場變化，守住你嘅銀包，避開劫數，跟住落嚟就會迎屬於你嘅豬籠入水好運。願大家個個財富穩固，錢財聚得返，生活安穩，福氣滿堂。